廣東雨天怪談，歡迎嚟到廣東。廣東氣候宜人，溫暖濕潤。為咗確保你可以完整咁度過呢度嘅每一日，請務必遵守以下規則：一、請密切留意天氣預報。當播報顯示即將落雨時，你可以盡情出門，享受戶外生活。當佢話唔會落雨嗰陣，請以最快速度返到室內。一場你從未見過嘅暴雨即將來臨。二，請記住，雨嘅特徵係落一陣就會停。如果你所在城市嘅雨連續落咗一日、一個禮拜、一個月，請唔好驚慌，好可能只係因為你係喺廣東，而唔係個天穿咗個窿。三，請唔好相信任何一束陽光，出太陽嘅日子亦都可能會瞬間落雨，甚至可能會一路出一路。冇獎問答時間，請問以下邊種天係會落雨嘅呢？呢種會唔會落啊？呢種會唔會落啊？呢種會唔會落呢？七，如果你落雨嘅時候行喺條街度，請記住，地磚係你最大嘅敵人，唔好相信任何一格地磚，唔好相信，唔好相信。95，有好多可愛嘅小生物會伴隨雨天一齊出現，請避免着例如拖鞋等會暴露腳部皮膚嘅鞋。如果不幸着上，請忽視所有嚟自腳部嘅痕癢觸感，嗰度乜嘢都冇，佢哋唔存在。遵守以上呢676條規則，你嘅廣東之旅將會更加愉快。Welcome to